好天氣續集19歲。第一集，相識在某年。應該從邊度開始講起我嘅故事呢？翻開我的日記，晴天陰天都有着你，一些事我惦記，晴天陰天都很美，當中有我共你，開心傷心也會記起，當天世界很美，這部生活像遊戲，2月14香港嘅男仔差唔多，中五之前，我好希望自己可以快啲大個。到咗中七畢業之後，當全世界都催促自己快啲大個嘅時候，又希望自己唔好大得咁快。我今年19歲，讀緊大學1年班，我叫陳占。係因為由細到大都唔係幾中意運動嘅關係，所以喺我身邊嘅朋友堆當中都唔係幾揾到個男仔嘅。I mean，真正嘅男仔就揾唔到，次貨嘅男仔就有一個。陳占，傳聞一點啊？講啦。傳聞呢話隔籬班嗰個阿瑞咧係攣嘅。你自己傳咋嘛？個個你中意嘅，你都話人係攣噶啦你。我幾時有話過中意佢啫？仲有，傳聞2又點啊？傳聞2係隔籬班嗰阿水咧係直嘅。咁我信傳聞2多啲啦。點解咧？因為我費事你再講落去。出好叻咩？有我同你講下嘢，等你唔使咁悶雜。佢係撇他。由小學開始，佢已經同我做同學，中學都係，大學都係。響中5嗰年，佢好肯定咁同我講，佢係基嘅。之後嗰句係，但係我從來都冇中意過你，陳占。或者可能因為佢從來都冇中意過我呢個關係，所以由細到大，我同佢都 keep 得到呢一段非常之好嘅友誼。的確，有別他喺我身邊，我唔會覺得悶。喂，
陳先，我有時喺度諗咧，即係我哋而家讀緊呢一科，係咪真係我哋自己想讀嗰啲嘢嚟㗎？唔識電腦畫圖啊，出去好鬼難揾食㗎喎。唔係唔識，咁可能係未教啫，應該。哇，教咗成半年有多啊，仲係教緊點線面啫喎。預科嗰2年，因為我同撇他會考都考得唔係幾好嘅關係，所以就選擇咗去一間私校讀預科，2 C 2 D， 嶺南應該會收佢讀 degree 嘅，但係撇他佢唔去讀。至於我 A level 考4科，得1科中文合格，已經肯定咗 degree 課程一定唔會收。最後我同撇他都有得讀大學。我哋入咗理工讀設計嘅 diploma 2年課程，2年之後可以再選科讀一啲專門啲嘅設計3年 degree 課程。換句話講，我哋要讀晒成個課程係要5年咁耐㗎。我諗呢2年 diploma 咧，肯定悶到嘔啊！唉，我都話直頭唔敢話俾我媽聽咧，其實我要讀5年咁耐喎。係咩？你一路都冇講過啊？冇㗎。哇！你又收得幾密喎，陳太。喂，我諗住咧去搵 freelance 啊，幫補下啲家用啊嘛。家用係嘛？係啊，即係自己使嗰啲家用係嘛？梗係要買衫裝身㗎嘛。裝身啊！又睇中邊條魚先？唔話你知。唔話我知。成間 Poly 咁大啊，你自己估啦。男人咁啊 ，Poly 最殺嗰班。你唔係啊嘛？舞蹈組嗰班係咪？你尋晚留響度做嘢做通宵，原來響度及嘢你。咩舞蹈組啊？dance 組啊？中學雞。哎呀，你又發姣啦！你又發姣啦，陳先試下。我發都冇你咁姣啦。你得嘅，你行開啦，我你得嘅。我一張接凳我 ban 死你啦！撇他呢一個活潑嘅樣又出現翻響我面前，做朋友嘅其實都幾高興。原因係當一個人投入戀愛嘅時候，就係佢最容光煥發嘅時候啦。談戀愛，我同撇他都試過好多次，每次我哋各自跌低咗之後，對方都會努力撐翻對方起身。我都還好啲啊，相比起撇他，佢條路仲難行。要揾到啱心水之餘，仲要肯定對方同自己一樣性取向，啱嘅未必係，係嘅又未必啱，所以撇他佢揾到嘅話，就會好投入咁去愛，而往往就因為佢投入嘅關係，到頭來最 hurt 嘅都係佢。嗱，今日上埋 drawing 堂咧，我就去搵 part time 嘅，你係點啊？我陪你去啦。陪咋？你唔搵咩？唔係啊，通常嗰啲港姐冠軍都會話係陪人參加噶嘛，自己得獎啊，真係冇諗過咯。我係陪人嘅啫，我係話陪你，跟住多數都係我 in 到咯。得啦，你有學生相噶啦嘛？做咩？見工喎，實要證件相噶啦。都有嘅。喂，係，見咩工先？我見啊，做丹奴門口貼紙請人咪 in 下咯。做 sales 啊？係啊。邊間啊？銅鑼灣嗰間。仲要銅鑼灣添啊？好失禮你啊，最靚咁滯噶咯。唔係啊，不過
做 sales 好辛苦，做咩唔辛苦啊，大哥？有冇嗰啲報紙寫稿啊，寫下音樂專欄啊，嗰啲文職嘢咧？我想問下。費事理你啊！唉，等陣啊。咩啊？等陣間啊，落堂互 call 啦，總之。好啦好啦。今日陽光普照，非常之好天氣，令人非常之好心情。升咗大學之後，無論啊每一日最後嗰堂係幾點落堂都好，通常我同撇他都會留喺學校度做嘢，做到夜一夜先走。美其名係做嘢啦，其實大部分嘅時間係用嚟享受下大學嘅生活咁。例如係響圖書館約埋3、5知己睇下影碟啊，去泳池游下水啊，去餐廳食個2、3個鐘頭嘅 tea 啊咁，又或者係傾下電話咁啦。喂，阿 Peter 話咧今日晏啲去見下工喎。吓？你咁雞手鴨佢哋做得啲乜啊？基本上我乜都做到嘅，我大個仔噶啦，爸爸。有上轉世咩？喂，咁淨係每個月打長途電話俾你個1000幾蚊啊，都足以令我要出嚟撈啦。喂，我記咗你唔好打咁多電話俾我噶喎。我唔打俾你，你又唔係成日打俾我。喂，咁可以寫信噶嘛，可以 ICQ 噶嘛，可以 email 噶嘛。唔係啊，即係寫信冇嗰種即時反應啊嘛。慳啲使啦，仔。我掛住你嘛。喂，我唔同你講，我做埋啲功課瞓咯。哦。唔該。佢係我響加拿大讀緊書嘅女朋友李香蘭。每次我同佢傾一次長途電話要收線嗰一剎那，我都好似送一次機咁傷心。午飯前相聚，放學到公園去，喜愛狂追逐，同學笑我們登對，創世界之最，同你永不減退，約定19歲，可以到白頭到老年去，搭膊頭手牽手，愛字最怕說出口，相天長地久，別說曾經擁有。也許有天，一切都要變，身邊一切都要變。你我不見，總會發現，你在我背面，常在我心裏面。也許有天，一切都要變，身邊一切都會變。你我不見，街裏碰面，會令誰突發心軟。改天再遇見，一切繼續變，你活在我心裏面。有試過恐懼，要如何親你的嘴？有試過恐懼，有一天你離開我，別要我面對，連偶像都隱退。告別19歲，世界總要我面對。也許有天，一切都要變，身邊一切都要變。你我不見，總會發現，你在我背面，常在我心裏面。也許有天，
集19歲，阿占編劇、錄音、製作、監製。阿占係陳占，梁文禮係 Peter，Helen 係李香蘭。聽日黃昏前，陳占繼續同你講佢嘅長途愛情故事。